新冠疫情又搁亚起来，这快台汽车煞欠货买无。卫福部长邱泰源回实地，讲有车厂商赶货，这礼拜60万剂就会送上市，那后礼拜是搁有120万剂。另外一关数嘛强调，这药的部分并无欠货情形。 早前一间药局真歹买到家用新冠快筛，互民众真不满。国内的新冠疫情升温，不过快筛剂一支都买无。卫福部长邱泰源自到早起出席立法院备询前，头一届对铺货卖付回实例。抱歉，因为这个生产铺路的一个过程，所以差了1-2天，但是应该很快就全部都有的。因为个别的药局，他们过去有的就没有在卖嘛。 那他也不一定会，这次也不一定会再定，所以如果请民众就可以到4大或3大超商以及连锁药局去买。邱泰源表示，已经请厂商日透暝伫赶工，预定这礼拜铺货会当有60万支，后礼拜的铺货量会有120万支，数量比预估病情人数加几落倍较济。目前已经铺3大超商，也会陆续伫第4大超商甲连锁药局来铺货。全台湾社区药局单点的社区药局是占了近80%，连锁只有2%。 可是当这个缺货的时候，快筛就先给财团去贩售，很多基层社区药局是非常的不满。那政府的防疫，互人质疑慢一步，也有社区药局真不满，讲快筛的铺货通路，敢若锁定伫超商甲连锁药局。 若是新冠药物的部分，嘛传出基层欠药啊，不过疾管署是赶紧赔货。目前药品的库存、配置甲后期拢真充足，无问题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